是因。所以这是一个传承，对主耶稣基督，咱领受伊的教示，咱嘛着遵守伊的教示。所以有这个功夫经验了后，你才会通去将这个来教示遐你所招来到主面前的人。所以这个教育的工作是非常要紧。台湾的宣教有几啊项真要紧。第一项上要紧是啥？就是教育。所以这个宣教士来到台湾，马凯博士来到台湾的时，伊真要紧，对咱同路人后壁真要紧的工作就是教育。所以淡江中学，甚至真理大学，咱的台湾新人院，拢是透过这个马凯博士伫这个宣教中间，向遐同工协力促成的一个教育的事工。当咱伫南部的教会，咱嘛看到巴克利来到台湾的时，第一样代志创设台南新人院，真侪台湾第一间的大学。所以咱个人伫这个中间看见，这个宣教师因来到伫台湾做宣教的工作，第一个工作就是做教育。所以教育毋是只有干那宗教教育，嘛有真正一个社会教育、一般科学的教育。透过这个教育，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目的，是要互人透过教育来认捌创造的主。透过教育，互人认捌创造的主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看见这个教育，若对圣经内底来讲的是，甲大使命有真正密切的关系。因为大使命内底咧讲，你着去普天的传福音，迄个传字，若用英语来讲，叫做 communication， 也是叫做 communicating， 这是一个传播的工作，也是传统的工作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伫传统的时，你若去编字典，伫讲迄个 communication， 有三项真正要紧的内涵。第一个是啥物？就是互伊知。伫韦氏字典中间讲 make know， 互伊会通知影，让他知道，互伊会通捌，总是迄个是一个上基本的传播的工作。亲像咱讲啊，耶稣听你，互伊知安尼若定，总是知甲捌。伫台语的中间真水的所在，就是知甲捌有共款无？无共款呢。我知有一个教委牧师，总是甲我捌教委牧师有层次的差别无？敢无？有无？恁讲有无？有啦。我知影有教委牧师，总是因为我对细汉伫南投教会出世，甲庆阳共款，因为因姐姐哥哥拢甲我共款，伫团契中间做伙生活。总是伫迄个时代，教委牧师伫阮伫主日学的时代、青少年的时代，就是做伙伫记接，伫伊的下面受教。所以有个人知教委牧师，总是我讲我捌教委牧师。佫有个人真正是时阵，伫讲叫教委牧师，那南投教会的会友，拢有人叫阿伟阿姐，总是源头的囡仔叫教委牧师叫阿伟阿姑。啊，你想阿伟阿姐甲阿伟阿姑，这两个无共款的称呼，有共款无？伊的身份有共款无？无呢。迄个姐随便人会当叫对无？总是姑会使黑白叫无？敢有人黑白叫姑啊？无呢，袂当的。所以伫迄中间表示讲，迄个关系搁较进一步。所以伫迄中间，咱咧讲即个团的时阵哦，伫团的是捌甲知甲捌，这是一个无共款的层次。伫捌的中间，迄个要爱进一步到伫啥？到伫下当，互迄个态度无共款。叫姐啊，甲叫姑。迄个态度无共款，身份无共款，态度无共款。所以咱伫传主耶稣基督的时，伫互人知主耶稣，总是你若爱进一步，互伊捌主耶稣。总是你若毋捌主耶稣，你要态度会当有办法，将主耶稣传互伊知，这是一个关键。所以伫圣经的内底，伫讲到迄个传福音的时阵，咱就敢若讲迄个传。
就有真正丰富的内涵，有真正侪真通去思考的议题。总是伫为四字典的中间，得讲到第三项，就讲第一个是 make know， 互伊知，互伊捌。总是第二项啥？是改变伊的态度 ，change the attitude。所以改变态度，就是互伊伫迄个知甲捌的中间，迄个感受无共款。像我拄则用迄个直甲句，伫表明迄个态度是无共款的感觉。正人会通叫直，总是无拄大个人正人叫句。所以伫这中间，迄个态度甲身份有关系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看去，得讲传的时，互伊捌，互伊知，总是爱互伊通改变伊的态度。伫迄个改变态度中间，这是基督徒生命上界要紧的关键。有真侪人足爱去真注意参加伫真侪遮的灵恩的特会。伫特会中间，我嘛参加真侪即款的特会中间，我看见有兄弟姊妹，奇怪，即边特会嘛拄着伊，后边的特会嘛拄着伊，常常拄着伊，特别祈祷的时，哇，伊对迄个圣神的指导圣灵的指导非常有感受力。所以有人开玩笑讲牧师都手袂举起来，伊就倒落去啊，袂压落去，伊就倒落去啊。总是重点是圣神充满的中间，是倒落去较要紧，还是爬起来较要紧？恁咧想是倒落去较要紧，还是爬起来较要紧？是去互圣灵指导较要紧，那指导了无爬起来要安怎？对无？所以要紧伫倒位？要紧伫伊倒落去了后，搁爬起来了后，迄个中间有改变无？迄个态度有改变无？你若是捌主耶稣经验着圣神的时，伫你倒落去到你爬起来时，的确伫你的生命中间，的确爱有改变。迄个改变毋是暂时久的改变，迄个改变毋是偶然的的改变。迄个改变是伫你的心腹的中间，伫你的心门的中间有记号的改变。有一个心脏科医生甲我讲，毋知用什么方法检查心脏，讲若心肌梗塞还是心绞痛讲伫迄个心脏拢有迄个伤热。总是当咱在讲迄个被指导的时候倒落去的时起来有记号无？迄个记号会正做你的生命改变的动机无？会契机无？契机。若是倒落去甲爬起来，拢总共款，安尼你倒落要创啥？若是倒落去甲爬起来拢共款，安尼圣神伫你的工作的顶面，乃是枉然，敢毋是？阿免，敢有阿免？无啥信心哦。所以圣经的中间，你甲人讲迄个传福音，迄个传，第一就是互人知。总是第二项爱互伊的态度得到改变。总是基督徒要去传福音的时，爱人得到改变。重点毋是对方改变。早起国语礼拜了，华语礼拜了，有一个青年问讲：牧师，传福音有啥物款的困难？我想，传福音有啥物款的困难？咱随想到啥物？要甲这个世代人传福音足困难啦，因为这个世代人拢拒绝接受福音，敢有影？问题是出伫你的福音到底是啥物款？你的福音是赞助到底啥物款的赞助？是敢若互人知影讲你捌耶稣，你知影有耶稣，佮传讲耶稣疼你，安就够也是无？若是安尼是莫怪人无爱信。总是当你迄个态度改变，你的生命改变，你对爬起来了后，有圣神伫你的内面，互人看见圣神伫你的内面咧做工。你嘛欢喜，圣神来伫你的心肠内底来抽出动刀，来改变你的生命，互你的生命有光彩，互你的生命有活气，互你的生命是健康的生命，互你的生命是喜乐的。真侪人讲，保罗先生讲，恁着喜乐。我要搁再讲，恁着安怎？恁着喜乐。总是真侪基督徒面带忧容，面对亲人气喘喘。咱看到怎？哎哟，这款基督徒态度要信啊！
有一个公司的董事长，上市的公司的董事长，伊要求伊的员工伫30年前，要求伊的员工逐早起7点半一定要到公司上班是无？做工是无？毋是啦，做礼拜。每一个员工拢总爱到位，拢点名，因为打卡嘛吼，有来无来就知影。所以去半点钟算伊上班，总是后壁工作嘛是爱8点钟的。所以我受邀请，捌邀请到这个公司去工作。我几若变了后，我可能就坐台这个讲台前第一排有一个经理我嘛知伊经理，佫会书会，我讲都是伊书会，所以真够金圣诗，真够祈祷，真够读圣经，所以我礼拜三我甲伊讲，某位经理，请问你伫倒一间教会做礼拜？伊讲无啊，我毋是基督徒，我着一惊，这么够书会，这么够读圣经，佫祈祷吟诗，伊即梦的，总是毋是基督徒。我讲你哪毋是？你哪无去教会咧？我看你读圣经、祈祷拢足，哇，有够赞的呢真正流利嘛嘛真正有信仰互我足受感动。你哪毋是基督徒咧？伊甲我讲讲牧师你嘛较拜托咧我一礼拜6天，换要礼拜4你嘛礼拜日互我安歇一下。我讲会去教会迄是基督徒的团契生活，甲咱即款的公司即款无共款。伊讲牧师坦白甲你讲啦，若恁基督教的天堂是阮董事长迄款人去的我不爱去。有传福音无？有在努力传福音无？伫伊的信仰的中间，伊有在努力传福音无？伊感觉有呢。伊嘛努力逐礼拜